有個名喎，黃曉嘉係冇錯啦，佢嘅呢塊獎牌係叫做咧係海上絲路嘅，咁我哋呢一次亞運會嘅獎牌啦。咁佢哋嘅設計理念咧係使用咗一系列廣州人都耳熟能詳嘅傳統元素嘅。冇錯啦。嗱，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亞運獎牌咧，先同大家形容一下啦。咁佢正面咧就係亞奧理事會嘅會徽同埋廣州市嘅市花紅面，咁而背面嘅左上方咧就係本屆亞運會會徽嘅圖案，而右邊咧就係廣州好獨特嘅廣船嘅圖案。咁可以話咧，亦都係傳遞咗一種理念，就係乘風破浪、開拓進取、敢為天下先嘅嶺南精神。聽講啊，呢個獎牌嘅一個包裝盒啊，都非常之有嶺南嘅元素嘅。冇錯啦，嗱講翻呢個我哋獎牌嘅設計者就更加犀利啦，仲要都有話真係上陣不離父子兵，就打死就不離親兄弟噶嘛，就係咁啱喎。我哋呢個脫穎而出，而且一舉係奪得獎牌嘅設計團隊就啱啱好係父子兵一齊上陣嘅，而且仲係雙胞胎嘅兄弟打頭陣嘅添啊！冇錯啦，咁一家人咧一齊嚟設計啦，零舍咧會有默契㗎嘛。咁啊，真係一段佳話啦。咁其實同埋大家介紹下啦，咁嘅設計者咧就係嚟自廣州美術學院嘅張海文教授啦，同埋佢雙胞胎嘅仔張怡同埋張聰三父子嘅。咁不過可惜啦，佢哋今日咧臨時有啲事啦，嚟唔到我哋直播室嘅現場噃。咁下面咧就不如我哋先嚟睇下荷槍實彈押送亞運獎牌並交付使用嘅情況咧。轉頭翻嚟咧就再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亞運獎牌係點樣出爐嘅有趣故事嘅。10月16號上午10點19分，由上海開出嘅 T99次列車緩緩駛入廣州火車東站，兩台運鈔車嚴陣以待。列車停穩之後，荷槍實彈嘅武警馬上戒備，安保人員從車內搬出一箱箱獎牌。廣州亞運會所有476個小項頒獎禮所需要嘅3989枚獎牌，全部都喺呢啲箱入面。呢啲箱全部都具有絕佳嘅保護性能，分別有8個鎖孔，需要特製嘅開鎖工具先至可以打開。整個押運過程亦都係做足安保工作，呢個既係為咗確保獎牌嘅安全，亦都係出於對具有神聖使命嘅獎牌尊重。獎牌由廣州美術學院張海文教授同佢雙胞胎嘅仔張怡、張聰設計師組成嘅3人團隊設計而成。廣州亞運嘅獎牌從方案徵集到生產製作，歷時近3年嘅籌備過程。喺即將到嚟嘅亞運盛會上邊，佢哋將以深厚嘅嶺南文化精神同埋優良嘅製作工藝，向奮勇拼搏、永爭上游嘅運動健兒傳遞主辦城市廣州嘅祝福同鼓勵。本屆廣州亞運會獎牌上面涵蓋咗木棉花、港船、港繡、五羊雕塑等嶺南文化標誌性元素。亞運獎牌亦都有一個響亮嘅名字：海上絲路。哇！真係唔使等到咧運動員攞獎啦，我哋已經可以喺電視機前面啦，去 zoom 到好近咁樣咧睇到我哋獎牌嘅廬山真面目。所以話咧，黐住我哋廣州廣播電視台咧，一定係冇錯嘅。咁隨時有好多嘅資訊咧，可以帶俾大家嘅。咁其實咧，我哋嘅獎牌真係頭先大家都睇到啦，好靚好靚嘅。而且據說咧，我哋嘅張海文教授同埋佢嘅雙胞胎嘅仔仔咧，一齊喺完成呢個亞運獎牌嘅時候咧，係對廣州嘅古蹟進行咗一番考察嘅。冇錯啦。咁其實當中咧係有段古嘅喎。咁話説啦，呢3父子啦去到南海神廟度考察嘅時候咧，就真真切切咁樣感受到咧，嗰度咧係中國古時候嘅海上絲綢之路嘅一個起點發源地啦，亦都係啦我哋中國啦同埋西方嘅嗰啲國家啦，係進行一個貿易往來一個重要港口嚟嘅噃。冇錯啦，而且咧佢哋喺調研嘅過程當中咧，其實亦都喺一啲資料當中就發現咗一枚特殊嘅銀幣啊！根據史料記載咧，18世紀中期，圖魯士王國咧曾經係多次派出咗圖魯士國王號等商船咧係遠航到廣州嘅。國王咧仲特登咁破例批准，為首次遠航廣州嘅貿易係鑄造咗一個唯一一批鑄有廣州商人
人像嘅呢個咁樣嘅德國銀幣啊！哇！呢、個普魯士國王咧，我真係覺得佢非常之有創意啊！諗下18世紀就已經有咁嘅創意啊！有咁樣嘅即係友好往來嘅呢個意識啊，好和諧啊！呢、個國王真係咁啊，就係因為咧呢種海上絲綢之路嘅呢種海上絲綢之路啦，同埋呢個銀幣啦，就俾咗咧即係張氏三父子呢一個靈感，不如獎牌就咁樣設計咯，咁所以咧，咁除咗呢、個我見到啊，除咗我哋有咁樣嘅即係一個印記啦，即係參照之前嗰個銀幣之外咧，仲包含住我哋一啲嘅嶺南文化嘅傳統元素㗎。咁而且咧，我哋仲睇到啊，可以入邊係有好濃郁嘅我哋嘅海洋嘅文化氣息喺入邊㗎。咁喺亞運獎牌設計入邊咧，其實大家都已經係充分咁領略到㗎。冇錯啦，所以話咧，我哋今次嘅亞運會嘅獎牌咧，就係結合咗嶺南嘅文化啦，同埋我哋嘅海洋文化，仲有我哋嘅奧林匹克精神於一體。